阿嬷，作者叶嘉仁，来源教育部电子报。前几冬听到歌手萧煌奇唱的阿嬷的话，我就会想到过往的阿嬷。细汉的时，厝边的老大人，逐摆拄着我，拢是迄句话：永过恁阿嬷定定用爱根，甲你爱呢四界踅。你红婴仔的时，偌年仔生查某囡仔咧，想袂到即马生做遮尔仔缘投。阮阿母阁甲我讲，阿嬷要甲我骗互困的时，拢会讲古互我听。读国校的时，阿嬷定定会炒饭互我食，豆油刷落去，芳讲讲，讲讲芳。有当时阿嬷会洒水饺，同款豆油刷落去，油圆真好食。早顿食了，阿嬷会互我20箍，伊讲这会当伫学校买4首仔。阮兜行到学校大约20分钟。阿嬷陪我行到学校了后，伊就去田里做事。暗头我会伫门口埕等阿嬷转来。阿嬷转来会随煮饭，因为我腹肚实在是枵甲大肠过小肠。我上爱食阿嬷煮的卤肉饭，一顿会当食3碗哦。要困的时，阿嬷会拿网搭，伊讲安尼才袂互网定。还毋过嘛是会有几只网仔飞入来，拍这一声，遐一声，这声会当稳心仔困啊。阿嬷日时做事真忝，所以伊一困仔就困甲欢欢叫，欢欢叫。读高中的时阵，我定定和厝边的囡仔佚佗，有时会耍甲起骹动手。我捌无细字去拄着人的目睭，为着这件代志，我互阿爸举锤仔，摔甲骹肚乌青凝血。我徛伫公妈的面头前，直直哭。阿嬷听到我咧哭，念的对1楼撞起来到3楼。伊甲阿爸讲，毋通阁拍，接骂袂听，接拍袂听。虽然阿嬷救我一命，毋过阿爸讲，我爱伫公妈面头前跪甲食暗，才会使起来。大汉了后，因为伫外地读册，和阿嬷做伙的时间愈来愈少。等发觉家己和阿嬷变甲生疏的时，阿嬷已经是老壳壳啊，骹无法度行，完全袂认得人啊。伊干那知影1年来的外劳，我天尔。我真思念阿嬷的骹脊片，思念阿嬷唱的摇囡仔歌，思念阿嬷煮的卤肉饭，
思念阿嬷替我捏网搭，思念阿嬷甲我喂。若是会当，我真想要当面，搁再叫一声阿嬷。作者叶嘉仁。